菠蘿讚好一切逆襲。你有發自心底嘅感覺自己配得上幸福咩？曾經有一句經典廣告：你值得擁有，我冇感覺。而家睇翻，先發現原來我長年都係俾人讚嘅。我第一句咪啦，我好廢啊，老細想捧。我第一句我邊得啫？靚女同我講多兩句，我老第一句我邊配得上？嗰陣時我以為自己係謙虛係低調，但當我用啲意對自己誠實去照翻自己，我發現真相其實係我根本覺得自己唔配得到更好。覺得好事唔輪到我，覺得人哋嘅肯定係陷阱，覺得一切幸福都係福。點解？因為我習慣咗用過去嘅傷害、比較、否定做我內心嘅精神領袖，而唔係用我當下嘅感受。我後來先明白，我唔值得係一張假面具，用嚟保護自己。唔敢想，唔敢要，唔敢走前一步，因為唔走就唔會輸。留喺舒適圈係最安全嘅監獄。我終於理解，你值得擁有根本唔係廣告，係終生解脫大法。配得感等於我覺得自己配得上更好。佢係逆襲、升級、自救、翻生嘅底層心法。世界唔會先俾你結果，你先要有我值得嘅信念，結果先會出現。如果你成日否定自己，翻去重溫 Day3駁回自我否定，每日寫3件成功小事入成功日記。由今日開始，當有人讚你，你只需要回答多謝，承你貴言，盡力而為，唔反駁，唔抗拒，唔縮，你淨係接受祝福，接受肯定，接受宇宙俾你嘅禮物。連續做7日，第7日再答我，你值得擁有咩？Day5件。